继续来看，警察处理着行车的纠纷，意外查出着案外案。讲这个当事人报互警察是报新的身份证的2号，甲伊旧的2号调出来一看，竟然是一个通缉犯，而且已经历17年了。这嘛表示警察的户政电子系统有真大漏沟。这新的身份证将做歹人逃亡的护身符。 两位查甫人伫路边咧相拍，这是伫10月时，新北市永和区顶溪捷运站后面将翕来画面，都是因为接送车停车问题咧相拍，想袂到竟然阁有案外案。 民众办身份证2号，毋过其实每一个人一世人拢会当换一摆身份证2号。警方就查出有通缉犯换身份证，险伊就抓袂着伊。原来甲人相拍老先生到案的时，甲警方报伊改过新的身份证，警方一查根本无前科的资料。毋过伫后续收案的时，透过警政通报系统，所发现讲这位查甫人根本是伪造邮寄证件的通缉犯，而且执迷都是17年。毋过旧的身份证2号，嫌犯讲后尾有时歹去调解。 所以就查出户政电子系统的空棚。为避免通气时效消灭，经多方查访跟调阅相关的资料，锁定犯嫌的藏匿处后，再进一步将他查缉到案。 警方头一摆拄着换身份证2号的案例，麻烦路恐惊毋是个案。针对这件代志，法务部嘛讲会伫发布通缉进前了解是毋是有换资料的问题，会确保通缉对象的身份是正确的，嘛会含内政部相关的部门讨论来解决空棚的问题。